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艳牧师。6月19日，走进你心意。今天的经文我们要读路得记3章第3到第4节。祷告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5章5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全台最大的年轻人讨论区 Dcard 在2021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曾经推出一个全新的卡友陪审团。定期他们推出很有趣且战力满点的调查题，让大家来投票跟讨论。日前呢，他们有一则这样子的题目，叫做感情题：女追男真的隔层纱吗？还是男追女比较容易呢？引起广大的卡友争相讨论。投票的结果会如何呢？我们明天迦南之声会来公布。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相关的这样的议题。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持续这个昨天的这个婆婆这个终于从悲伤中醒悟过来，被那个盼望之光给闪亮闪醒了自从几个礼拜前、几个月前她的这个媳妇也是寡妇的年轻的寡妇，是新住民，跟着她回到家乡之后她的媳妇知道他们的现况是三餐不继，看到丰收的季节、收割的季节，于是她就跟她的婆婆主动提出来。她的婆婆可能还在悲伤中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管太多，但她主动的说容我去田里。而她的婆婆其实应该我们知道她应该是傻住啦在悲伤沉浸在悲伤里，因为我们看到经文知道其实她并没有提出提醒跟警告，因为她的路德这一位媳妇是在当时候这个是等于是敌对的关系的民族嫁过来从摩押的女子来到这个地方，她又要去田里捡，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可能会被欺负，会被霸凌，但是完全没有提出这个警告跟怎么教她，就说你去吧。而这当中一天的时间，神的介入以及神有一个救赎的福音透过这个路德在波阿斯他先生的家族里面的一个至亲，看到在田间看到路德很努力的在拾穗，这个工作很困难很辛苦的，起了怜悯的心，也施恩惠在他身上，除了允许他能够捡很多的这个食物小麦大麦之外，他还给他水喝，而且给他饼，甚至让他带回去。当他到了晚上带回去家里的时候，他的婆婆看见了，就真知道这位上帝是使人活人的上帝，是使他们可以蒙恩惠，所以就及时的回转了。我们看到这婆婆及时的回转，说来赞美主，她不再埋怨在自己的那个苦楚悲情当中她就起来赞美主，然后她开始看见他们的希望她想要这个全然的信靠，因为这才是命运改变的办法啦。当她这样决定的时候，并没有马上应验看到1天2天过去前几天的经文，甚至小麦大麦都已经收割完成，但是还是很安静的。他的至亲波阿斯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哇，我们的这个婆婆急了，她有个办法啦。从昨天她就想要这个她的媳妇听她说
她这婆婆想要帮上主出手啊。今天的经文就来到了这个婆婆怎么跟她的路德这个媳妇讲啊？她说：“你去洗澡，擦点香水，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到禾场去。但是不要让他知道你在那里，要等他吃完了，喝够了，要看准他躺的地方。他睡着了，你就去掀开被子，躺在他脚边，他会告诉你该做什么。”哇，我们听到这里，大概感觉一个画面来提醒我们，这恐怕是18禁哦。这也应验的我们刚才所说的，到底女追男是隔层纱吗？真是这样吗？我们今天的经文还没走到，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却知道拿俄美是想的很多啦，计划很多啦，而且摆明了，其实他推了他的媳妇，一样是寡妇，推他上战场吗？应该讲禾场了哈，推他上了，可能让他终身名誉都会被耻笑，都会羞耻的。但爱路德，爱这一位愿意称他是我的上帝的这一位路德，我们的主，他不会就这样。他有介入吗？他有让他们有一个重新的机会吗？因为就只有这2节，我们看到这个算计真的是重重一关卡着一关，好像就要让波阿斯就范。这个办法，我相信不是拿俄美他想的而已，应该是在当地也是流行着这样的办法。而这个办法应该算权宜之计，而这权宜之计是神的心意吗？或许此时此刻的我们心里少过了一些画面，我们这一生，甚至我们身边重要的人，或我们所关心的人，我们的圣经里面也很多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也是用自己的办法有很多的属灵的我们的前辈想要用自己的办法，但却坏了神的事，被主移送法办了。那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子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神的办法，而不是人的办法呢？我想这首歌再次来宣告，再次来带领我们要与主更靠近，因为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主的爱将我们紧紧拥抱，使我们苏醒在主的爱里。也愿主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成为神的居所，使我们的心让主来拥有，不是很坚持要依靠我们自己，而是用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改变我们生命，一步一步更靠近神，可以走进神的心意里。那么我们就很清楚，随着主的心来跳动，就真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办法吗？还是正如今天的默想，我们自己的办法被主移送法办之时，我们该怎么回转，怎么走进主的心意，重获新生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与你更靠近。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爱，你的应许，你的话语每一句都不会落空。主啊，你要我们全心依靠你，你明明记载在圣经里，使我们靠着主你的话走前面的路，走你给我们的命定，改变我们自己生命，与你更靠近。我们拿去我们自己的办法，愿主你的办法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生一世愿意跟随你。谢谢你给我们重获新生的机会，因为我们很有可能被主你法办，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但主因着你的爱，你是公义的主，主因着你的圣名，你要带领我们走义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都走在神的心意里，那么我们就能够洋洋得意哦。我们明天见。